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感谢呢。是啦，但是我是要唱讲，等无少年的紧等来。什么少年呢？少年的啊，等有少年要来哦。你阿哥不够少年的意思哦。哦哟，一个比你较细汉，无呢，两个拢比咱。你这是讲啥？两个拢比咱较济岁。好啊，讲的好无？所以讲，听众朋友啊，已经过年过了吼，但是，我嘛是永远的18岁啊。对，伊就是永远的19岁，伊就是19岁啦，伊就是姐啦。叫姐紧。阿姊互我钱，无钱好。好啦，安尼呗，甲咱进前的来宾比起来，确实是少年的啦。有影，够少年的。甲迄少年的比起来，咱今仔日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讲哦。对，什么好消息咧？你讲啊？为什么是我讲？你甲你讲有好消息要讲的啊？啊，毋是你先开的。你是姐，你先请。好啦，无一个工商时间伊过来啊。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好消息。咱的新年过后有一个。优质的节目，优质的节目，佮卡掉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优质的节目，嘿对，就是咱的修行的迄一天，第二季，无毋对，开工第5天，心情郁卒，看咱的节目，互你放轻松。我本来要讲目什么角角，目头角角，目头角角。好啦，就安尼啦。看新的节目，食饭毋好配卤卵吼，配阮的电视吼。阮的电视足笑的哦，什么是笑？笑是笑还是笑？拢会使，拢有会当笑嘛，会当笑。就是对啦，就是头拄仔讲的心情放互轻松啦。对啊，而且就是因为有一寡听众朋友毋捌看过咱的节目，咱即回是邀请这2位节目的主持人来甲咱大家开讲，看伊用一寡就是少年人的角度，拄学台语啊，是讲就是开始认捌即寡拍戏的过程，毋是拍戏，拍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，互大家知影，互大家来了解即个节目安尼。对，就是要小解这优质的节目，互大家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啥无欢迎的名？其实伊嘛无讲介出名，你哪我无出名啦，电视顶嘛讲笑的，讲笑的啦，就少年的呢。其实咱即马就是出名人的定义已经做细啊，譬如讲就是咱会讲你出现伫电视面顶的，就叫出名人啦，好不好？咱上电视就是出名，咱用咱迄以早阿嬷迄种，阿嬷讲上电视就是出名人啊。听众朋友听到这2个声，有感觉都熟悉啊。咱请因2个先自我介绍者，下面先开始拍者。啊无，还是来测一下呢？好来。啊，我就直接开始啊，是吧？对啊，真故意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为中华庄卡来，我住庄卡，我骄傲的阿红啊，即马是一个演员啦，对啊，后壁豆讲啦啊，多谢大家。对安尼。阿红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俊杰，修行的囡仔王俊杰，伫遮祝大家一天顶利进财，3元吉地，事事无灾，5互您忙碌，跳克旺七星报喜，八仙过海，久久同心，是全是美。好厉害呢！听到没有？你若感觉念伤紧，你就是饲转去啊，饲迄0.25倍速，你就会当听有啊吼。拄则有听到因2个讲，一个是俊杰，一个是阿红，因2个拢是咱修行这一天。修行的迄一天，毋是这一天。修行的迄一天，即个节目的主持人吼，拄则2个人的台语听起来拢真好，啊无咱就是来访问即个俊杰啦。俊杰拄则安尼一概念一个安尼，这要叫趴乐乐等。几句连，这要叫几句连。几啊句。几啊句连安尼想要问讲，你啥哪会晓念这个物件？念这个物件，这其实是我平常时爱看歌戏嘛。爱看歌戏，看歌戏，若是伫庙口顶头前，大家毋是拢会办仙吗？对。办仙进前，就会念迄个仙辈嘛，会讲好话，就甲学开安尼。甲学起来。我伊咧念咧规大派安尼，足趣味诶，就甲学开。听讲就是你是读台语系。嘿对，台中教育大学。
敢是因为这是替学校拍广告。对啊，招生，你讲小英嘛，收钱啊，开发票给你好，我靠交发票你，是我交发票，你爱交发票对。想要问讲，敢是因为甲你的兴趣有关系？嘛是啊，因为自细汉伫厝诶，嘛是定定咧讲台语啦。对。大好，阮阿姨嘛咧伫学校咧教台语嘛。对。迄个时阵高中要读大学，要升大学诶时阵，伊就甲我讲有即条路通去行。咧较袂较遐客啦，即条路敢也无遮客，毋过竞争较无遮下。客是两个人之做。对，较无遐下。嘿，所以就想讲，无就来试看觅，或者我嘛介意即个物件嘛，介意台湾诶语言啊文化遮，所以我就选择来读台语系安尼。安尼台语系你感觉就是上课啊，有啥物你感觉趣味诶所在？趣味哦。因为像阮系就是全部拢用全台语咧上课。请问即摆是咧招生啊呀？兴趣问者嘛。就是阮拢安尼哦。我早教会多谢。阮就是拢用台语上课，阮连学生连报告全部拢爱，嘛是拢爱用台语来报告。哇，安尼对你来讲应该是轻松啦。对。安尼。爱问后一位啊？随便甲伊介绍对啊，招生差不多。招生刚刚有想要补充诶，刚刚有想要补充诶。补充诶哦。恁刚有讲的我知，恁就是恁学校就是读了，就是恁其他学者啊、学长啊，因拢去做啥物款诶台语工课？做老师。有真侪去做老师，有真侪伫台语台内底。就是要问即句尔啦。伊讲出来。台语台，就像迄个暗间新闻主播邓家豪。AM 新闻的名讲。我讲 AM 新闻，我讲暗间哟。对，暗间。伊就 AM 新闻的主播邓家豪啊，伊就是阮。家豪就是学长。对。优秀的学长。优秀的学长，该话你。会使你使问啊？我帮伊刷。好，后一位阿红，阿红目前都是有咧剧团嘛，想要请问当初时敢是读相关科系，无你的台语哪会遮尔厚安尼？这就爱讲到位足较早讲诶，就是我自早其实是读心理咨商。心理咨商无毋对，就是本来会使去做辅导老师啊，是啥物诶，对，是心理师安尼。尾仔就是想袂开，走去做田，休学走去做田。做田做做，又搁想袂开，就走去搬戏，学搬戏。较紧。台语诶部分就是我为5当前，就算讲即个一直换无共领域诶即个过程当中。我一直拢是尽量用台语生活，因为对为5当前对武器较有意识啦，就希望讲会使家己的武器讲倒转来。虽然我伫厝诶本身就讲惯势，毋过咱足罕诶伫生活当中，就甲平常时可能同学是外口人讲台语，我尾仔就是尽量若会使，我就是拢讲台语甲人咧直接安尼。对。所以伫剧团内底，敢嘛拢是搬台语？无呢，毋过我诶角色因就是因为我有即个会使讲台语诶部分，所以就会安排一个角色是好我会使伫顶悬尽量讲台语，而且趣味诶就是因拢发现讲我若讲台语搬，敢若搬了较好势。讲较惯势啦。好。是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恁两个人当初是啥物原因会来参加这个主持人的竞选？当初是敢有甲恁厝内人讨论？对啊，啥物先讲？我先决定，准计先讲，甲人换你好无？安尼。会使。咱照拄则问的问题的顺序，你先讲。因为迄个时阵就是伫学校看到即个信息。对。就想讲介趣味，因为阮迄个时阵是要，伊就来阮学校要竞选，就随迄个甲阮爸阿母讲，讲实在甲要来竞选，你感觉我要去无？其实一开始会惊啦，就是惊竞争伤激烈，毋过会有一寡迄个得失心啦，所以一开始毋敢去，就叫你去，试看觅你无试哪知，我就来试，就拄好无拄好就对安尼。我就拄好来试，拄好对安尼，讲安尼甜皮安尼。伊嘛是厝内底人嘛是拢做支持的啦，拢做支持。拢做支持的，因拢会甲厝边咧等啊。因为我看你平常时伫你的迄就是 IG 啊，是面册拢有迄一寡你抱你伫唱歌啊，是创啥表演的影片。系啊。看起来本身嘛是真爱等哦。无啦，我较迄个避暑小看。你个避暑。我做避暑诶。这是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迄Podcast 笑的冠军。Podcast 笑的冠军。阿敏红呢？
嘿，安怎系？我你回答，挑工的啦，较正经的吼。我是替通过哦，替通过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人拢讲机会是留互传互好势的人，我就是迄个传互好势的人，对无？对，自早就开始讲台语啊，又个。你两个毋是拢讲你是天选之人？阮是啊，阮是啊，完全就是啊，totally 啊，100%啊，哎呀，这袂欠伊。敢对安尼，即摆咱拢爱学口。讲笑话，讲笑话。嘿，我嘛是，我是笑亏阿君安尼，笑亏阿君，冠军的阿君。听没有？恁今日兼毋着这部啊？咱今日这部真正是 Podcast 笑的冠军哦。免出台啦，就是出台无对。啊，就是因为算讲台语会晓讲嘛，啊嘛介意讲，啊有认同，啊又搁嘛介意表演，所以迄阵看到即个节目的时阵，伊搁拄我好，我迄阵我若搁慢一年，我若搁较大汉，我就袂使，我就失去资格。哦是哦，有年岁限制，希望你莫对。但是准个是伫学校看到啊，你是伫倒位看到即个信息？我是顶多是面册顶悬有别个朋友、演员朋友分享，啊若无我遐名就 miss 掉呢，对啊，就甲伊小伤心的。好啦，我知影天选之人啊，嘿啊，天选之人，重点一句尔啦。啊，恁有甲你厝内人讨论，其实这应该免讨论，因为你伫剧团，伊嘛做希望讲你会当有搁较侪表演的机会。伊要讲教是，就是因为我本身。就是因对我这其实是无伤济想法，因为我就是迄个性较背骨安尼，啊有家己的主张。出去哪碰见倒来哪捡到？有影即马真正是安尼哦，真正做工课真正是拢安尼哦。啊，因就是会感觉讲啊，你着欢喜快乐就好啦，管你嘛管袂掉。黑白妈妈，你有听到？即世间上毋是干那恁囝是出去哪碰见倒来哪捡到啦？厝会当愈写。对，无。迄是马棒，因为我是夜马精。你迄是马棒啦，伊敢甲你穿牛草？爱啊，当然嘛爱。哇，啊，甲阮摒扫呢，啊，甲洗衫。黑白妈妈辛苦。啊，想要问恁两个人讲，就是恁录影了后啊，恁感觉讲修成的迄一天对恁来讲是啥物款的节目？譬如讲，就是恁感觉讲甲其他恁知影一般的，就是儿童节目啊。还是讲，恁感觉讲，即马甲普通时阵，就是咱即马定定看到即种，就是实景秀嘛。恁感觉讲，甲即寡节目对恁来讲有啥物差别？若是照囡仔节目来看的话，你看像即马大家一般看的囡仔节目，其实教育的目的其实足明显的，因为就是要教足侪物件，啊，就是拢是较专业的物件。啊，毋过我感觉阮节目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节目，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节目，非常的甲即片土地有连接，这就是阮甲其他的节目无共款的所在，阮嘛有教育啊，毋过阮教育的是甲即片土地顶悬所成长的物件，嘿，会当互看节目的囡仔会当更加来去熟悉着咱台湾安尼，啊，佮咱看着其他的囡仔，因甲伊无共款的生活方式。我想着讲，其实咱有一寡听众，因为因就是真正就是跟咱拢听 podcast 尔，无伫看电视的，因可能毋知影讲咱的节目主要是咧创啥物，无恁两个要简单介绍者，像你拄则有讲嘛。就是囡仔的节目，啊有囡仔，啊有做笑，做笑，这非常的笑，真正做笑，就是阮主要简单来讲，内容就是修行嘛，会对囡仔去修行做事，啊，甲因做伙佚佗、开讲，啊，体验因的生活安尼。所以你伫迄个节目内底，你就使看到哦，因厝内人之间是安怎互动的，啊，因咧做遮个工课，因咧做遮个活动啥，啊，我会感觉讲，阮这个节目足老实的，伊足老实，想要去呈现一个。像准迄讲的迄种生活化，一个生活感，嘿，因为即马这是咱较早较袂注重的，毋过即马大家嘛拿来拿注重。啊，拄啊好，阮的即个节目就是真正，伊就是阮无想要去挑工装啥啊啥。对，阮的节目做真实的，阮拢无咧说。对，阮拢真正来，真正就是哦，主持人足硬当。阮嘛无咧说，即马是咧爱无啦，咱就是讲做欢喜的，掏心肝咧讲话啦。无，这种你会使理解。阮甲囡仔耍嘛是真正做欢喜，我拢甲囡仔迄个掏心掏肺咧。真正，因为短时间你要甲因会使。看会出来。然后因为阮第一季已经结束啊，伫迄阮台语台的 YT 频道面顶，你著拍修成，即2日就会当看到就是全部规集的迄，总计有一集，佮甲囡仔唱歌唱出来，囡仔佮伫遐哭对无？唱歌唱出来哭？毋是唱了两个，恁要分开啊，伊都毋甘的，佮伫遐哭。对啊，伊拢搞抹掉的啊，抹掉咧安尼。哎呀，不然我走呢。这欺骗迄厝里有迄查某囡。查囡仔爸爸，恁爱注意哦。莫互阮怪伊哦。对，莫互怪伊哦。阮这哥哥做引导的哦。对，引哦，喙哥搞哦。喙搞讲啊。
5波啦。所以敏宏你也会讲到，就是讲对你来讲，修成迄一工是啥物款的节目？对你来讲，因为你伫咧剧团本身会接触足侪戏出的啊，还是讲一寡无共款的节目？啊，你感觉讲对你来讲是啥物款？因为拄好像阮团的，就是有做一寡亲子剧，嘛是会甲囡仔斗阵。阮会感觉讲，有时啊，真正是透过阮，你比因的家庭，你比甲这个囡仔斗阵，有时啊嘛是互咱会使用囡仔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迄个感觉。嘿，我感觉这是因为咱就是大汉啊嘛，就是我感觉伫咧这个社会拖的过程，你敢若会袂输水共款，你会哪来哪落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囡仔因是足清的水。对啊，用因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迄个角度是袂互枯掉的。嘿，所以这嘛是我家己足珍惜、足介意这个节目的所在。对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伫食饭无聊的时阵，半点钟轻松的节目，就是哪看哦，真正是无米无代饭就食了了啊。对，配饭拄啊好。无米无代饭就食了了。好，过来想要问两个人头一摆录影的心情，啊，佮就是节目录了，有互恁带来啥物新的感觉啊？还是有得到啥物会当分享的？俊哥先。我先。嘿，头一摆录节目时阵，我阁是录头一集呢，夭寿骨。迄个时阵，头一集就是你。头香呢，头香呢。迄个时阵错到要死，足紧张的，就是完全毋知影要安怎做啊。就是对即个做工课的模式，其实足青分的。就是一届雄2台摄影机咧甲伊翕，边仔佫一大堆人咧甲伊看。你甲我就毋知影我即马要讲啥，我即马应该爱问啥。我是即个问题，我是即马爱问吗？嘿，就是会有足侪安尼迄个问题会走出来安尼，所以就是好佳在迄个客户企划伊就伫边仔一直互我足大的帮助，伊就一直甲我教讲啊，即马咱来安那就会当透过什物方式啊来甲囡仔佚佗。毋就是好佳在，就是我迄个头一集迄3个囡仔真正是天才，真正是天才，真正是伤过乖啊，而且佫足好控制，足好控制。因佫会家己讲话，因就是会家己讲出因家己的想法安尼，佫耍会开。所以是我感觉节目效果真好。嘿，对，所以我而且嘛是互你第一节阵你足紧张啊，互你真大的鼓励。对，所以你有因为安尼，就是去互因疗用。对，疗用。疗愈。疗用。啊，尾来就变做你后壁迄几集的动力安尼。嘿，对，后壁迄几集就开始较熟手啊。所以你感觉录影了，就是你有啥物对你来讲，你的人生有啥物无共款的？譬如讲，有互你一个啥物款的启明啊，还是讲啥物？对啊。你有因为讲，就是因为恁拢去较偏乡嘛。譬如讲，你有迄，就是讲哦，我感觉讲我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会当就是替一寡偏乡的囡仔做一寡啥物代志，有遮尔大的志愿无？好，请想看觅。我颠倒会感觉讲是，我会想要互因知影是因成长的迄个环境，其实是足珍贵的，足珍贵的，袂输的倒市。对，我颠倒我袂感觉讲因的资源伤欠款。我开始啊。好，我就做安尼。对啊，因为像我头一集嘛是先讲我的感觉哈，就是真正是甲准计嘛差不多，紧张甲要岔开，因为你真正。对，足生分的啊！你有个是，头一届面对迄摄影机啦。对，你算是迄人讲的素人安尼，所以你啥物拢毋知啊去，佮爱甲囡仔拌烂。啊对，因为你剧团其实嘛是无摄影机，因为你就是听观众你家己看安尼。对，啊，因为摄影机算嘛是甲你靠伫遐，你佮爱去注意遐面向爱安怎啥有诶无？其实我真正感觉咱的头壳爱足成功诶，头壳伫动哦，因为你甲个一直发现你身躯边有啥物代志会当问，有啥物新诶事件发生，对甲个去注意着囡仔诶情绪，对，爱去看着一寡重点，去甲伊点出来，所以真正就无简单诶。我来讲为啥来？对，我头先要讲啥？歹势啊，可能头先有啉过诶，透通过，透通过，那我别讲哦。对，所以主要，我真正袂记哩啊。咱头先讲到第一摆录影是。我是要讲第一摆录影的经验，真正就是错到要死。毋过嘛是头先讲到迄个偏乡即件代志，因为我拄好我头一集试过啊，迄一个主角是阿贤，因就是有因为即个偏乡学习的资源较少，所以伊爱去较市内的所在读册啊，爱分开，对，爱分开啊，就伊甲因爸爸咧讲即件代志的时阵，就讲甲伊哭出来，我真正就感动，迄嘛是真正我真大的动力，毋是讲别人的目屎是我的动力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就是我才会知影讲哦。
咱的这个节目啥那才珍贵，就是伫个不知不觉的这之间，咱会去甲因厝内人迄个感情、迄个情感甲写出来。对，而且咱算是迄种。咱嘛是算是一种纪录片，但是咱毋是迄种，就是迄种爬山啊，是讲啥物走迄啥物马拉松，还是啥物迄种都辛苦的。但是咱就是甲咱生活当中，咱原本就是迄种不知不觉的迄种点点滴滴，甲记录落来。而且就是你讲的，像囡仔迄种上无共款、上清气的迄种观点，咱就是甲迄个上迄叫啥物上单纯的感动，甲记录落来安尼啦。对。好，咱咧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恁第一季安尼听起来，就是互恁得到真济。安尼尾啊，得要找恁翕第二季进前，恁伫咧录影进前敢有就是因为第一季的经验，来特别做一寡啥物准备？准备哦，对，可能就是嘛是会先去找一寡可能会用到的台语词吧。先去毋过我着对。因为阮拢是去采收较济，所以阮会先知影我要去采收啥物作物。毋过我对迄个作物我就袂去做任何的功课，因为我若做功课，我就知影我迄个时阵我。安尼你就会洗。嘿，对，我就知影我要问啥，我就无爱迄个物件。嘿，所以就是放空，就当做家己去。上自然。嘿，就是当做家己去佚佗，嘿，去参加一个迄个。采收的，要去游览安尼啦，对，就是对团出去游览安尼，就是拄好熟悉着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就是阮的导游，就带阮去，阮就有啥问啥安尼，对，看啥听起来电脑毋免啥物准备呢？有啦，有准备台语词，我台语词，阮甲准备一条快乐的心，对，因为爱甲家己放互轻松。因迄无简单的，有诶爬山，有诶拍日，有诶落田，有诶搁占卜呢，有诶掠鱼啊。我辛苦的呢，不辛苦的，无你敢会使？你敢会使？我无法度，我敢要食。阮哪会无法度啦？阮哪是无公主命的公主。哇，两位公主真好。我会使补充准确讲的，就是听起来敢若无甲伊准备，是安那？毋是你免补充，就换你讲啊！我知讲啊，我会拍嘛，我想要甲伊接你是袂使。好啦，就是讲像准确讲的，你爱放互轻松。你若是传伤济，你一直想讲我一定爱安那。对，制作人其实希望阮莫安尼，伊希望阮是用一个较开放的心态去经验，所以会变做讲阮咧准备的方向会无啥共款，毋是去补充遐知识还是啥。颠倒像我。第二季了，我家己咧传的方向就是因之间的情感，嘛是我感觉第二季甲头一季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因为头一季敢若这个节目其实搁咧生骨，伊还咧生伊的模样，来到第二季的时阵，伊一定生骨生甲差不多啊，伊会使开始洗肉，咱讲有血有肉有感情嘛，所以阮伫第二季的时阵，阮希望迄个重点，即个家庭之间，即个囡仔甲伊厝内的人。的感情会使甲点出来，可能妈孙仔情、爸仔囝情，等等甲兄弟姊妹的感情。透过阮一个活人你比内底，你比因兜甲因做伙经验，这一切。嘿，我听到一个活人，我想讲活人啊，歹势，外口的人，外的人啊，嘿，我听到活着的人，活人，系啊，头只迄个录音无够清安尼，靠钱，系啊，我无钱，我是毋是无钱通靠？我通过费，你等下要借伊啊？拜托，无钱通好坐转去安怎？所以你为着要就是诱发因遮的感情，你做啥物准备？对，像讲因为阮会先去看景，会先甲囡仔熟悉。嘿，即个时阵我就会较注重伫去看因时间的迄个互动，个因讲的内容，去知影因甲厝内人关系是安怎。听起来就是半晚的时间变较长，还是差不多？应该是因为阮大概若是先去看景的时阵，甲拢一直拢是咧甲囡仔佚佗，咧甲囡仔耍，咧甲囡仔培养感情，因为爱先甲。感情培养得好，你后盖来的时阵，伊较有法度信任你，安尼要做啥物代志较会顺利安尼。毋过会当阮拢是透过囡仔因的迄个无心机的话，来去发现着因甲因厝内底人的连结。有可能平常时因就无啥会讲话毋过因若咧做啥物代志时阵，拢会有一个连结伫的。就算讲伊喙会讲。我甲伊像我甲哥哥感情无好，我甲姐姐感情无好，其实拢毋是像因喙讲的安尼，你拢是喙讲的尔。因若是真实咧生活的，模式你甲看，其实伫迄个伫这之间内底是非常有爱的，所以阮就是爱去发现遮个物件，到时阵会体现出来安尼。阮来嘛拢讲阮来无好啊，对啊，感情无好。
毋过人讲愈冤感情愈好啦，愈冤感情愈好。对啊对啊，是无？紧啊，冤家啊！冤啊！所以会变做讲，阮可能伫咧过程甲囡仔斗阵，毋管是看景还是念影的时阵，阮就是会足斟酌啊，会搁较斟酌去注意到这些细节。所以安尼听起来两季较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咧情感面的部分，对无？因为第一季大部分拢是伫咧注重伫咧修行，我感觉伫咧修行，伫咧就是做事的部分，对啊，但是。就是感情的部分，我感觉就像你讲的，对阿贤迄集啊，是讲什么叫有小可，就是点着，对啊，所以讲，就是第二季开始，就是你讲的感情面较黑吼，嘿，可以较凸显安尼。而且第二季主题我感觉是较放伫咧家庭，就毋是放伫咧干啊囡仔尔，就是会去看即个囡仔甲因兜的家庭诶生活的方式啊，因兜发生的故事安尼。变做有淡薄仔重点其实是家庭甲情感啊，其实遐修行还是遐活动佚佗，迄拢是算一个过程，透过迄个过程，互咱去看到因的情感面安尼。好，啊，恁敢有啥物特别印象较深的？这一定有诶啊，这一定有诶。就是我录第二季的时阵，我感觉我印象上深的是我去台南东山遐迄个修柑仔，迄个弟弟的名叫做吉成，伊3年啊，我印象中好像是3年啊。毋过因爸爸妈妈已经是50几岁啊。就是伊即马上大汉的大兄是25岁。25岁。嘿那差真济呢。伊顶悬阁有一个姐姐较我平济岁。嘿，搁上细汉的是伊。所以就是我感觉因兜的人就是拢，其实爸爸讲。伊做白目诶，伊拢安尼四界安尼车痴安尼，变东变西搞怪。毋过伊若咧变东变西时阵，爸爸拢会伫边仔笑哦，笑甲二西西，喙二西西哦。而且迄种笑，你会当发现讲伊是足幸福诶种笑，你着看着恁囝伫遐咧变东变西，毋是个就是个做有迄个想象诶空间呢，对，足厉害诶啦。迄个囡仔。伊虽然讲皮皮啊，毋过伊拢会去对因兜的人足关心的、足体贴的。伊若是我有去柑仔店买物件，伊就讲啊，阮爸爸爱食啥，阮妈妈爱食啥，就会拢想煞甲买呢。因姐姐伊拢讲因姐姐是迄个死肥猪大裤带安尼，伊拢会甲因姐姐骂。毋过因姐姐嘛是拢笑啊。伊虽然甲因姐姐呢拍来拍去，毋过阮的迄个修行的时阵，伊个会灌水来互阮啉呢。伊就讲伊要放尿，放尿等下就是搁想煞挂水。我感觉伊是一个，嘿，伊虽然刀啊喙啦，嘿，对，伊就是刀啊喙豆腐心，对，嘿，遮细汉就安尼，对啊，真够正。像因兜啊，若是咧食饭的时阵无，若迄个刀啊袂病，伊就家己去找物件来煮迄个刀啊。所以讲伊就是因兜的开心果。伊就是。互我足感动的一点，就是伊虽然是因兜上细汉的，毋过伊平常时虽然无其他的迄个佚佗伴，所以伊就拢会去甲因爸爸妈妈斗相共做事，因为因兜柑仔园其实嘛是足大片爸爸妈妈年岁嘛悬啊，就是拢会甲姐姐做伙安尼，做伙去做事，虽然定定浪讲啦。毋过嘛是浪讲一时啊啦，就搁转来继续做。较细汉啊，恁需要浪讲一个。爱啦，会忝。面红咧。像我较大心肝，我有3个印象足深的囡仔。我当时间无够。时间无够，是2个啊，当然紧一个哦。一定跟来当紧。好，这好够伤济啊。伤济啊！你是毋是迄边无法度西来，阮遮想要做西？慢呢。印象最深的景节好，有一个家己黄金果的迄妈妈，因兜就是阿公阿嬷咧种黄金果的，其实爸爸工课的关系，因就是一家伙仔是住伫咧瑞士，所以因是专工为瑞士转来台湾农业，对，印象深是因为妈妈其实足感动的，妈妈足坚持带囡仔讲母语讲台语，因的迄个环境明明是外国嘛，毋过也是希望会使带囡仔讲台语，就是因为
目的最大一个就是要互囡仔甲阿公阿嬷会使亲，因为一定住遮远啊，无生活斗阵，假使讲你语言佫袂通，对，迄个感情、迄个连接是足歹建立的，所以妈妈就有即个想法。总袂使逼阿公阿嬷去学英语。其实反正有真侪，有真侪，真诶，即马拢是嘿，阿公阿嬷会配合囡仔讲华语、讲英语啥，所以颠倒妈妈诶想法就无共诶，伊诶希望是囡仔去做调整，细汉伊嘛足够学诶嘛，所以就互因会晓阿公阿嬷讲诶话，甲阿公阿嬷诶感情会使更较亲安尼。安尼听起来即集诶感情带真重哦，非常重哦，非常，毋若即集贵贵，第二贵，拢带专东西，带去你变补。我感觉食饭看敢会哭哈。就平常愈食饭来变做咸啊！对，卫生纸爱传接，卫生纸爱传接。好，过来就是即马第二季嘛，那安尼了后，卡数阁有第三季、第四季、第五季。啊，恁会想要看到倒一寡囡仔，比如讲其他行业啊，还是就是除了修行以外迄种，对啊。第二季、第三，然后3、4、5季，上好是愈久长愈好。要毋过毋知有遮侪囡仔无？要毋过阮希望讲甲修行这个概念会使个放大，就是毋若是做事，你可能你若是伫市啊，是做工啊，是啥物铁工场，你拢会使，拢会使，啊，是啥物歌戏团、北管团、表演的啥，对，才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对，就是你只要无毋对，你只要会晓讲台语，啊，甲厝诶有咧斗相共一寡代志，即个囡仔阮拢足希望有即个机会会当去甲因相拄，啊，去记录因诶生活。听众朋友啊，有听着无？你身躯边哦，即种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还是讲恁兜有咧做事的，无论是几岁以下的囡仔会使。12岁以下，12岁以下的囡仔吼，有诶12岁以下的囡仔吼，请报名，无要紧啦，你甲小编讲啊，小编对，小编会做迄总机小姐，甲你安尼转过去。对。好，咱想要请问讲，伫节目内底定定当听着俊杰唱歌，第一季有唱歌，第二季请问讲有唱歌，有一定爱唱诶啦吼。啊，请问讲你唱诶遐个歌，拢是啥个歌？我会记你我诶歌一条所全部都是你的歌，你家己创作的。财主呢吼，音乐财主呢吼，迄拢是去录影的时阵现场写的啦。现场写的哦，现场编的，就是去透过当下无共款的感受来写出无共款的歌词。哇！有当时会甲囡仔做伙写啦。是哦，对。啊，你敢知阮这个节目是一个歌唱节目？拄则是笑话歌，对，唱歌节目，唱歌冠军，啊，怎啊变歌唱节目？笑话讲出来，听一寡歌呢？对啊，为着恁阮会让转变阮节目的形式。赞，安尼袂歹哦。对啊，敢要唱两句啊？好，好，谢谢。两句，无要唱几句，我会甲加掉，你要唱啊？我要唱。我甲讲真正是写伤侪条啊，其实有做者你记拢袂记要怎唱啊？我知。啊，无你就要现场唱者。我唱者，唱这是第二季内底甲囡仔做伙写的一条安尼。好，有那甲你创啥无？毋免，我直接来哦。对，是免啦。好，来开始。阮阿爸逐工拢穿9分裤，做事认真不含糊，爱交朋友，做人大方。伊就是我心中的海贼王。安尼，哇，是写互阿爸的歌，安尼听起来，所以听起来讲，即个阿爸穿9分裤，对，阿爸穿9分裤，大家人来去到时阵看觅啊，要看觅啊是倒一爱阿爸。啥物是9分裤？拢要顶落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咱就留伫遮留一个伏笔，就是讲到时阵恁若看会出即集是啥物，你写批来甲阮讲，阮遮寄一张迄准假签名相片互恁。会使，我甲你讲。顶下敢若需要有甲放一个 kiss 安尼。无要紧，到时阵看迄个若有遮有朋友写的，你才看你要送意思。会使下完。好，安尼刷来就是刚上可不时间。对，请甲大家讲即个节目播出的时间。啊，有恁未来敢有啥物宣传的活动啊？等等，对，请。2023年成立2月初3，拜5下晡5点半。对，
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休闲迄一天第二季，一定要来看。而且就是你咧推销恁的卖奖团啊，就是伫迄嘿对，就是公司台语离校。对，公司台语二少啦，你当去 Facebook 对拍公司台语离校啦，对，啊，伫阮的卖奖也有卖分享，就是讲阮的 tag 对方安尼，恁会使去看，因为上新的也是讲无集。也是讲，就是收集资料，是讲上新一寡片或影片，拢会伫迄边出现。还有一寡过程当中的记录。对，啊，过来你买就是做一寡宣传嘛，吼。对，啊，宣传是什么宣传？到时阵恁就知吼，就爱大家准备看节目。好，今日真欢喜，请到两个少年囡仔来甲咱开讲啊！咱最近拢无这种少年的。食油去，无身体。我无食，恁好讲话，好白讲。看油去，我目睭食，我目睭食。我免较细汉呢，我18岁、19岁，你几岁？哎呦，哇，系啊，我几岁？我3岁。我较过分，就没有那节目到这结束啊！吼，那呢？哦，来收尾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救门，来救门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想搞起来录音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继续想搞起来。那毋是讲唱歌爱用 K.I. 的，唱歌毋是喺第八度、2度呢？是要创啥啦？我系写错，无毋对，第二季来咯，袂对，加掉。不要紧啊，袂使这在低调。好。我们是教个频道呢，你较注意。这嘛是教育啊，健康教育啊，你较注意咧哈。你会使倒逼安尼？敢有人搞你懵？无，哇，系啊，你有迄幻听？这耳机做敏感，了解，大概知影。